大家好，歡迎嚟到 Leo Sir 嘅頻道。我哋今日要探討一個令人驚訝嘅現象。近年嚟，牛津劍橋會逐步減少錄取私立學校嘅學生嘅，但係喺呢個情況之下 ，Brighton College 就創下咗一個歷史嘅新高啦。因為我哋今年有43個 offer， 係佢哋歷史以嚟最多 offer 嘅一年，就會認為一個好驚訝嘅現象，就係其他私立學校都越嚟越少學生入牛津劍橋。Brighton College 佢係點樣可以做到嘅呢？咁我哋今次咧就係想探討一下佢哋牛津劍橋申請嘅策略。究竟有啲咩獨特嘅之處？揭開佢哋背後嘅秘密。咁你可能問我啦，點解我會知道呢一樣嘢嘅咧？因為我哋過去幾年送咗好多學生去 Brighton College， 我哋某幾個學生同我哋分享咗一份文件，問下我哋啲意見。咁我入邊抽取咗一啲重點作為呢一集嘅內容。當我睇呢一份文件嘅時候，嘅第一個部分就係講點解要選擇牛津劍橋。其實牛津劍橋一直都係全球頂尖嘅學府，大家都知㗎啦。擁有一啲好獨特嘅學習模式，例如1對1嘅導師制度啦，一啲好高度互動嘅討論同埋辯論嘅學習方式啦，而唔係好死板嘅好填鴨式嗰種灌輸知識呢一種嘅模式。而且佢哋當然會有啲世界級嘅學術專家甚至教授去指導㗎，成個環境都係非常之精英學術㗎。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個人經歷，因為我喺劍橋大學係讀碩士畢業㗎，的確係有一個1對1嘅指導嘅，每個星期一次。咁我哋每次會傾45分鐘至1個鐘左右啦。但係我事前係要做大量嘅準備㗎，包括大量嘅閱讀啦、journals 啊、書啊等等。咁跟住好多時候咧，教授唔會直接話個答案俾你知嘅喎，佢會問你一大紮嘅問題，睇下你有冇睇到啲內容，跟住就係用側面去問下你有咩意見啊 ，compare 一下，跟住有 critical thinking。你可以話佢唔算直接教你，但係佢會經常去用問題去引起你嘅思考。我覺得呢個係幾特別嘅。我呢個 course 對於我嚟講，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個人嘅進步嘅。咁所以我認為係非常之有益。點解 Brighton College 會將佢份文件第一個部分嚟講點解要選擇牛津劍橋？我認為佢想俾學生知道，其實牛津劍橋係揾啲咩類型嘅學生，希望學生知道呢個目標之後，再自己去做一個調整，而唔係我叫你做乜就做乜。因為競爭咁激烈，一定要學生有自我驅動嘅能力，所以我認為點解佢會擺第一個部分。咁申請牛津劍橋有幾嚴格嘅標準呢？根據 Brighton College 呢份文件嘅方針，成功申請牛津劍橋嘅學生需要具備3個條件嘅。第一係一個頂尖嘅成績。根據 Brighton College 2023年成功入讀 Oxbridge 嘅例子，佢哋 GCSE 嘅平均分係8.79。如果你對 GCSE 有了解嘅話，你知道最高係9分，最低係1分，基本上全部都係9分或者8分，而且9分佔多，所以先拉到去8.79咁高嘅成績。A level 嘅話，我相信會令到好多人跌眼鏡，因為份文件講到只係需要至少2個 A star， 其實年年好多學生4、5科攞到 A star 都入唔到嘅，因為好多家長就誤會咗，以為只要喺成績呢個部分衝到最高，咁就可以入到。咁當然唔係咁簡單啦，因為牛津劍橋佢揀學生嘅時候，的確係睇成個 package 㗎，咁佢係要需要全面嘅。好，第二方面 passion， 無論你揀邊一科，你要展示你好強烈嗰一科嘅學術興趣。咁點樣去展示呢？例如你參加學術競賽啦，參加奧林匹克競賽啦，參加論文比賽啦，咁呢啲都可以作為一個證據顯示到。咁當然最好你可以攞獎啦。第三 ，independent research， 你一定要有深入嘅閱讀同埋思考，你需要主動探索一啲課堂以外嘅知識，最好你自己做一啲 research 嘅 project。我認為最主要嘅目的就係佢哋希望俾學生知道你係需要一啲全面嘅發展嘅，從而希望令學生了解呢一點之後，將佢帶到一個 journey 入邊，將佢培養成為一個可以入到牛津劍橋。咁究竟實際上 Brighton College 係點樣去幫助學生去準備嘅呢？佢哋會由 Lower Sixth Form， 即係 A Level 嘅第一年，就會幫學生去提供唔同嘅體驗。第一 extension， 即係學術嘅延伸課程，係要培養佢哋嘅批判思維。牛津劍橋佢哋會好注重學生嘅批判性思維。第二 seminar， 佢哋校內會有啲牛津劍橋嘅專題研討會，而一啲年紀比較細嘅學生就會同一啲叫做學長或者學者去交流，係橫跨年級㗎。呢一方面我認為係幾有特點。第三就係牛津劍橋嘅模擬面試嘅，咁你要應對一啲好高壓嘅問題㗎。而我當年申請牛津劍橋碩士嘅時候，我自己都經歷過㗎，個教授真係咄咄逼人㗎。第四 personal statement， 證明你要有學術嘅潛能啦，會俾到好多 support 你去寫啦。咁呢一方面我認為好多學校都做到，但係做得有幾好呢？咁就另一回事啦。有家長一定要問我啦，究竟個時間線係點樣嘅咧？你由 Lower Sixth Form 你就要開始參加學術競賽啦，跟住你要開始揀一啲 college 啦，同埋唔同嘅 program 啦，跟住牛津劍橋好多科目都會有 entrance exam 㗎。呢一方面就係12年級要準備嘅嘢。去到13年級，我哋叫做 Upper Sixth Form 啦，會開始申請 UCAS 啦，確認你揀啲咩學院啦，完成你嘅入學測試啦。去到 deadline 之前，你要交埋書面嘅作品啦。咁當然呢個係 depend on 科目。最後你就會有 interview 㗎。咁 interview 之後，你就會有 conditional offer。咁
咁佢哋學校個文件顯示嘅時間線就係咁樣。關於牛津劍橋面試方面，大家都知道牛津劍橋嘅面試模式同一般學校係唔一樣㗎啦。咁 Brighton College 佢哋從 Lower Sixth Form A Level 嘅第一年就開始去接受面試訓練，咁培養嘅目的都係培養快速思考啊、批判性思維能力。咁佢哋嘅面試特點就係包括一定會有一個好深嘅學術討論，第二就係要模擬一下真實嘅牛津劍橋嘅學生嘅學習環境，挑戰佢哋嘅思維能力。第三就係冇 model answer 嘅好多嘢，佢係想知道你嘅推理過程係點樣。咁我而家講一講我以前喺私立學校做 Sixth Form Tutor， 咁就負責牛津劍橋嘅面試，問嘅問題好多時就係一個負責問 general 嘅問題嘅，我就負責 technical 嗰 part 嘅。咁我哋會問嘅問題就係例如我負責 maths 同 physics 嗰方面嘅申請嘅。咁我會問嘅例如 Formula One F1 嘅 racing car 嘅賽車，佢哋背後入邊有啲咩 physics 嘅理論可以提到出嚟啦，點樣去 link 翻去 maths 啦。又例如我哋會問究竟個水壩係應該點樣設計嘅，點解個 shape 係咁樣，而唔同嘅地理環境去配合到唔同嘅水壩嘅設計，點解水壩係會斜嘅咧？同埋背後有啲乜嘢計嘅力學啊，你都要講到少少㗎。有一個學生，佢個學術面都幾闊㗎。佢雖然申請嘅係 physics 嗰方面，但係佢竟然可以答到關於地理方面嘅問題，唔同嘅地形、水壩嘅設計，佢可以講到好多。咁呢個我係幾深刻印象㗎。其實英國基本上所有私立學校都面對一個問題，就係牛津劍橋嘅 offer 越嚟越少，但係 Brighton College 仍然可以屢創佳績㗎。根據2022年嘅數據啊，牛津其實嘅錄取率係得15.3%，而劍橋係得18.9%。但係你會見到有啲私立學校仍然可以做到30%、40% 以上㗎，可以持續獲得牛津劍橋嘅 offer。我認為有3點可以俾家長作為參考嘅。第一，佢哋唔係淨係谷最後嗰2年㗎。學校係由低年級開始 Key Stage 3，即係 Year 7、Year 8呢一個階段，已經培養學生嘅學術獨立性，唔係淨係讀書記嘢咁簡單。第二，佢哋好強調 extension， 佢哋希望培養更加深厚嘅知識基礎，嘗試從學生嘅興趣 extend 唔同嘅方面。例如我啱啱講到嘅一啲例子，包括 F1 賽車啊、水壩等等，你好多時候你喺課程係唔會學過呢啲嘢嘅，但係牛津劍橋係會問到嘅。第三，準備 exam 同埋 interview 嘅 preparation， 面試準備提升嘅競爭力。總括嚟講 ，Brighton College 嘅成功可以話到我哋知，係需要全方位嘅準備同埋規劃，再配合一啲正確嘅策略努力，咁樣先至可以叫做有機會。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有用嘅話，俾個讚我，分享俾你嘅朋友，點一點鐘仔，咁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咁我哋下次再講英國教育嘅其他主題。我係英國呢條Sir，拜拜。